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？子曰：予氣也。曰：何氣也？曰：胡連也。或曰：雍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喻人以口給。女真於人，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子使七雕開示，對曰：吾師之未能信。子曰：道不行，乘夫浮於海。眾我者，其猶如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？子曰：予氣也。曰：何氣也？曰：胡連也。或曰：雍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喻人以口給。女真於人，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子使七雕開示，對曰：吾師之未能信。子曰：道不行，乘夫浮於海。眾我者，其猶如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？子曰：予氣也。曰：何氣也？曰：胡連也。或曰：雍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喻人以口給。女真於人，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子使七雕開示，對曰：吾師之未能信。子曰：道不行，乘夫浮於海。眾我者，其猶如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？子曰：予氣也。曰：何氣也？曰：胡連也。或曰：雍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喻人以口給。女真於人，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子使七雕開示，對曰：吾師之未能信。子曰：道不行，乘夫浮於海。眾我者，其猶如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？子曰：予氣也。曰：何氣也？曰：胡連也。或曰：雍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喻人以口給。女真於人，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子使七雕開示，對曰：吾師之未能信。子曰：道不行，乘夫浮於海。眾我者，其猶如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？子曰：予氣也。曰：何氣也？曰：胡連也。或曰：雍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喻人以口給。女真於人，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子使七雕開示，對曰：吾師之未能信。子曰：道不行，乘夫浮於海。眾我者，其猶如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？子曰：予氣也。曰：何氣也？曰：胡連也。或曰：雍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喻人以口給。女真於人，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子使七雕開示，對曰：吾師之未能信。子曰：道不行，乘夫浮於海。眾我者，其猶如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？子曰：予氣也。曰：何氣也？曰：胡連也。或曰：雍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喻人以口給。
屢增於人，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子使七雕開示，對曰：吾師之未能信。子曰：道不行，成夫浮於海。眾我者，其猶如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子貢問曰：次也何如？子曰：與氣也。曰：何氣也？曰：胡連也。或曰：雍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喻人以口給，屢增於人，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子使七雕開示，對曰：吾師之未能信。子曰：道不行，成夫浮於海。眾我者，其猶如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子貢問曰：次也何如？子曰：與氣也。曰：何氣也？曰：胡連也。或曰：雍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喻人以口給，屢增於人，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子使七雕開示，對曰：吾師之未能信。子曰：道不行，成夫浮於海。眾我者，其猶如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孟武伯問：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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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孟母百問，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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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問。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自其父也，不知其人也，求也何如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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